好啦，咁我哋好快脆就嚟到咧門口有一個好優雅嘅公園仔嘅坑口社區會堂啦。都想講下咧，喺未嚟到之前咧，喺轉彎位大會係安排咗義工喺度指示喎。咁呢一個行動咧真係好貼心啊，同埋好窩心㗎。咁樣入到去咧就見到金海嘅義工團咧就派緊一啲嘅應援物資啦，同埋一啲嘅小禮物啦。咁另外一啲嘅工作人員咧都密鑼緊鼓咁樣去準備啦。亦都見到好多參賽者咧都陸續入場啦，佢哋都好醒啊，捉緊機會喺宣傳板嗰度咧嗱聲拍攝幾張留為紀念。嗱，一陣間咧大會咧係有一個咧專業嘅主持人，佢係講解得係好清楚，佢表現係非常之好嘅，大家咧靜心聽佢講就得㗎啦。而當中我哋亦都可以聽到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主席柳面先生嘅自我介紹。嗱，如果當中有朋友唔係咁認識，其中一位評判李嘉琳小姐呢，佢都有佢嘅自我介紹啊，仲會俾到驚喜我哋。嗱，我哋呢見到中間嗰位呢，就係中年好聲音3嘅歌手呢，朱麗萍呢，佢都有嚟到參賽啊。一首歌，每個人都有唔同嘅主題、唔同嘅旋律、唔同嘅歌詞。有人嘅歌曲可能係輕快爽朗，有人嘅歌曲可能比較沉重啲，充滿高低起伏、抑揚頓挫。但係只要用心演繹，都會係一首好歌。你哋話係咪啊？係。歡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嘅唱出美麗人生，路向全港傷殘人士慈善歌唱比賽嘅總決賽。我係今日嘅大會司儀，嚟自 Hong Kong Singer Channel 嘅 Andy 黃文漢，大家好！多謝大家嘅掌聲，呢啲掌聲亦都係俾你哋自己同埋在場所有嘅參賽者。呢一個比賽不得了啦，因為由幾個月開始接受報名，不單止報名嘅人數非常之踴躍，佢哋仲經歷過海選、初賽、複賽，先能夠晉身我哋今日嘅總決賽。而我哋發現高手在民間，大家今日可以將你哋嘅耳朵放心交俾我哋啦，因為我哋今日嘅23強決賽選手將會施展渾身解數，將最好嘅一面呈現俾大家，好唔好？柳面先生，亦都有西貢區議會嘅議員方國珊議員，同埋我哋今次嘅活動贊助機構康健醫療用品有限公司嘅代表禤志明先生。另外，我哋今日有2位表演嘉賓同埋評判，佢哋係嚟自中年好聲音3嘅李金海，同埋中年好聲音1嘅李嘉琳。有請咁多位。好，我哋嘅主禮嘉賓咧可以先行就座下。好。都可以圓佢哋嘅音樂夢，唱出生命嘅色彩。我哋有請路向四肢傷殘人士主席柳面先生同我哋講幾句説話。有請柳主席。整個節位先。好啦，咁啊真係好開心咁，今日可以見到一班比賽選手可以今日喺度進行一個決賽。咁啊，首先多謝我哋嘅冠名贊助啊，禤生先啦，因為冇我哋嘅米飯班主，我哋今日都唔會有呢個決賽嘅場合，同埋亦都多謝今日買飛嚟支持我哋嘅，多謝你哋嚇。咁其實點解我要搞呢個比賽呢？事緣就係我3年前啦，我自己 TVB 嘅一個歌唱比賽，嗰陣時我信念就係殘到去追夢，係嘛？咁我入到去，其實我真係夢想成真。我比賽完，我有自己嘅演唱會，我有 MV， 咁我自己夢想成真。我夢想成真完之後，我諗，咦，全香港都仲有好多傷殘人士，其實佢哋都有咁嘅夢想喎，所以我就毅然用我自己會路向，就搞一個全港性嘅傷殘人士公開比賽。咁我相信呢個咁大型嘅傷殘人士公開比賽，喺我嘅認識之中，我諗應該係第一次嘅，係啊。咁但係一搞呢次比賽，哇，好踴躍喎！我哋嘅選手超過100位選手嚟參加，咁我哋會經過初賽、複賽，今日先嚟到決賽，剩翻20幾個。喺過程之中，有啲選手真係令我好感動。
因為有啲選手佢係嚟比賽，我覺得佢已經知道自己係入唔到決賽，甚至係半亞季。點解？因為佢係連講嘢同埋發音都有問題，但係佢喺台上嗰個表演，佢唔係用美麗嘅歌聲，佢唔係用好咬字正嘅聲音，佢係用生命去演繹俾我哋聽。所以嗰個感動，我真係值得大家俾個掌聲佢哋。我亦都好多謝佢哋參與今次嘅比賽。咁當中梗係有一啲表姐唱得好好聽啦。咁我初賽、複賽我都有聽佢哋真係好多都唱得好過健全人。你哋等陣落足耳力聽下就知道㗎啦。所以有你哋嘅參加，呢班比賽選手，我哋一定會再搞第2屆、第3屆，係啦。希望令到多啲傷殘人士有佢哋嘅舞台，追逐到佢哋嘅夢想。多謝大家。主席嘅歌唱，我好欣賞佢嘅追夢嘅壯志，同埋參與歌唱比賽嘅熱誠。我相信今日各位參賽者都會秉承呢一個情況，透過呢個舞台嚟到展現才華。同時，我亦都相信在座每一位朋友都有自己嘅潛在嘅才能。我希望大家咧會嚟向世界都會發多一點光。大家認唔認得佢哋咧？咁啊，中4又嚟緊啦嚇，佢哋全部都榮升師兄師姐啦，呢幅相都好難能可貴啦。老大都是了。然後今天這個比賽非常特別，然後平時大家都說我正能量，其實比我正能量的人還有很多。然後我也會受到大家的鼓勵嗎？還有我親愛的粉絲們也在時刻鼓勵我。所以呢，這首歌非常適合今天唱，然後送給所有的好朋友們。非常開心能和我劉敏師兄合作，總有你鼓勵，送給大家，謝謝。誰料我這晚竟會跟你相遇，讓心正好枯萎。誰料我這晚竟會又重遇你，同在前路墊底。友情同樣美麗，但就用歌聲代替。掌聲鼓勵大家，謝謝。多謝大家好，謝謝大家，謝謝你們的鼓勵，謝謝你們來到現場支持這個比賽，就是對這個比賽對我們最大的鼓勵，感謝大家。曲填詞好唔好啊？好啊，我哋期待下。好，影幅相先啊！我哋聽翻一首感覺截然不同嘅歌曲，呢首歌叫有啲掌聲佢哋好唔好？如果別再擁神，什麼都有預感，讓針君開兩眼，開咧好整齊，同埋你啲制服係咪為咗今次比賽而設立㗎？係啊，俾啲掌聲佢哋，我覺得好靚。中意嘅叫愛樂星星星嘅，因為我哋大家嘅心聲，我哋大家中意唱歌係咪？但係佢哋嘅歌曲咧，嗱預備紙巾啊嚇，好感動，一首國語歌《當你老了》，交俾。追憶溫存。多少人將愛悄悄關着。因為我就是大概10幾年前，我唱這首歌就唱給一個從海外回來的一個長輩聽，然後他當時也很感動。然後我聽到3位
演唱的时候，我也很感动，因为他们的经历啊，有一种沧桑感在里面，然后呢，他们真的在用心演绎这首歌，然后我想说的是，他们让我感受到了，虽然皱纹爬到了脸上，但是我们的心里没有皱纹，所以说很棒，你们的演出非常的棒，还有和声，哇，真的是太棒了，还有那个轮椅舞蹈转圈，哇。比賽咧頭3個咧就要我攞嘅紙巾出嚟抹眼淚，咁但係咧你哋唱歌咧非常之勵志，好開心，特別咧就即係載歌載舞啊！最難得咧你又可以3個人氹轉呢個咧，我諗應該呢個技巧咧亞運會啊或者全運會都要參考，係啊嚟緊全運會我哋全香港啊，咁有難度分㗎，方議員係絕對要加分啊嚇！咁好開心聽到你哋嘅唱歌，絕對咧呢個感受咧。可以同我哋啲市民講咧，你哋咩難關都唔應該要，都可以克服。你睇下大家都咁好，好唔好啊？多謝，恭喜！呢個分都咁易嚟嘅呢樣，拿個分開第個位嗰啲，馬個標馬隻關是個你。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期待着旧梦中圆。因为我觉得他们2个，我想问一下，台上的2位，你们是夫妻吗？还是？不是，我们是临时合作。临时合作。今天呢，刚才呢，我们2个排练时候呢，还是手拉着手，有很多动作，比如说把根留住的时候这样的，相连是这样，2个脸对脸。但是刚才喇叭有那个回叫声，我就往后退了，2个找不到他了，找不到我了。你说这么麻烦？不是，我们2个合作很没关系，就是。我今天呢就在想，我会不会有人把我唱哭呢？哈，你们2个真的差一点点了，我差一点点了，真的。就是当你们把手牵住的那一瞬间，我就已经很感动了。然后你们的声音条件，然后整体的歌唱的感觉都非常的棒。虽然后面你们没有牵到手，但是呢，就是。好像是另一種演技，就是在尋尋覓覓，然後一直在尋找對方。英雄志，透盡恩義情深寄去。難得迎人眼，人生的彩雲，暫時悲歡愛恨，世界崇拜，繁華那些平台，繁美人在。個大嘅咁啊，係咪斜得成日去揼蛇骨㗎？講笑啫。但係好夾啊，因為2把聲落去，一把聲咧後生嗰個就比較真係好溫柔，老嗰個真係把聲好粗咁啊，好突顯到成呢首歌嗰個意境啊，嗰個意味啊出嚟啊，所以係好好聽。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佔有。嘅驚喜獨唱表演環節嘅喎，咁大家記住留意啊！好，2位要覆上先。好，多謝晒金海，亦都多謝晒劉主席，多謝劉主席。我算是為到你不可失去。
彷還是去，誰明人？誰比你重要？成功了愛了也完全。越黐越醉啊！哇，真係開心啊！哥哥嘅歌咧，我都好中意哥哥噶嘛，大家都知。因為我以前哥哥嘅歌，佢一路都唱，我睇佢唱咧，我都要跟住唱嘅。我聽到是哥哥的歌呢，我就會比較用心聽了，然後呢，不是別的歌不用心啊，就是感情可能我會專注一點，就這樣。然後我覺得你唱得非常不錯，而且你用了你自己的真感情在裏面，很真誠的演唱這首歌，我能感覺到非常棒，繼續加油，謝謝。懷着那深深的創傷，午夜流浪，記憶你被掩心裏激盪。相遇中人，大家聲情人，一站我再唱。留喺度先啊！我聽我評語啊！我知在座有位評判咧，佢琴晚發夢都等緊今日。其實我都唔記得啲歌詞，但係咧佢好投入啊！係啊！啲音咧，嗰啲等等咧，個音咧全部係啱晒啊！嗱，呢個先至難得，你睇我未唱過啊，係咪啊？同埋佢出嚟已經好歡樂嘅樣子帶俾我哋咯，所以睇得係咪好好聽啊？多謝晒先啦！誰令我今天開始不喜歡講話？暗裏卻 And there's no ransom to be paid. I will be your protest and fight for the eyes of the soul and 彷彿知我渴望你的抱擁，無奈你偏要輕輕。永不言，永不言，永不永遠也不問，傷感是難聚首，只下了人來漂流在外頭。又說好了要一起到海枯石爛。你忘了，隨浪隨風飄蕩，隨着一生裏的浪，你是你去喚醒我，努力才能被愛，但沒先我發塵，佢輕能浪沙。大家好，我係朱麗琪，多謝。我不自信，活着冇意義。知道生命有限時，才無限風，期望我撐得住，試多一次。以下落嚟呢首歌曲咧，其實司儀都有份創作50% 嘅歌詞，因為佢係我先生嚟嘅。真係驚喜咁嘅。咁咧，不過咧，我想講其實咧，好開心啦，可以即係同路向啦，可以舉辦到今日呢個歌唱比賽。其實真係有好多咧好好嘅好聲音，係可以咧值得咧俾更加多嘅朋友去聽到佢嘅歌聲。咁今日咧可能係一個對於好多參賽者嚟講係一個小圓夢。對於我嚟講，幾年前可以參加到一個歌唱比賽，到今日嚟講，我可以擁有自己歌曲咧，都係我一個小圓夢。咁 anyway， 希望大家會喜歡呢首歌，叫做《中女的幸福》，好開心嘅，送俾你哋 ，thank you。Hello， 後面嘅朋友，多謝你哋今日嚟啊 ！Hello。
為你愛，曾在寂寞夜晚等花開。某天碰上了英勇，你說你必給我無憂生活，曾懷疑傻得我在做夢愛。我說我哇，多謝你哋嘅燈燈啊嘅支持啊，好靚啊！曾懷疑傻得你個你夠多，我與你。不如你揭示我哋關係咧，我徵召你同我一齊做司儀啦，我唔好咁孤單。好。嗱咁啊，嘉林唱得好唔好聽啊？梗係咧嚟自中年好聲音嘅喎，係咪啊？咁我知中年好聲音咧，除咗俾咗好多你夢寐以求嘅嘢你之外，都識咗好多好朋友。係。亦都係咁咧，識到啊劉面主席啦，係咪啊？咁啊跟住落嚟，咁梗係要話主席唱翻首啦，好唔好啊？嗱咁啊初時咧，我今日要唱一首激昂啲嘅。上海灘送俾大家。哇！聽到音樂都上頭啦。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道盡了世拉你行李，問君知否？似大哥。時光匆匆如流水，流水對我多那麼真情意，也曾對你許 Love is over。感謝謝家人們，感謝今天所有來到現場的好朋友們，感謝台前幕後的所有的工作人員，謝謝我們的義工團，謝謝大家，謝謝。多謝今日，多謝晒。其實國裏邊係有咁豐富嘅生命力，我哋只要積極向前，每一個人都可以實現自己嘅夢想嘅。我哋一齊加油！好啦，不過都要到一個頒獎嘅時刻啊！我哋先頒合唱組，頒獎嘉賓就係台上嘅4位評判啦。我哋先頒合唱組嘅季軍，季軍嘅朋友會得到一個好靚嘅獎座啦。同埋有1000蚊嘅現金獎㗎，哇！嗱呢一對嘅朋友咧，點樣形容佢哋好咧？呢一隻難為正邪定分界，咁啊啱啦，正嗰邊有500蚊啦，分係嘛？邪有500蚊啦，好，我哋慢慢去到評判嘅中間，接受你哋嘅獎品。一個好靚嘅獎杯，同埋有1000蚊嘅現金獎。究竟佢哋會分咗佢哋一齊去食buffet咧嚇？咁啊，佢哋諗下啦。請埋所有支持者好唔好啊？好唔好啊？好啊，好啦。OK， 恭喜晒，應福靚相先。嘢啦，好唔好？好啦，恭喜晒你哋，好開心，好感動。我哋會緊記住今日呢一首歌帶俾我哋嘅一份啟發啊！百金留住，恭喜晒，恭喜晒！佢哋會得到獎杯1個，同埋3000蚊嘅現金獎。哇！真係把金留住啦，今次係嘛？把分留住，亦都把金留住，結果就攞到個冠軍啦！恭喜晒你哋！好啦，我哋影幅靚仔合照先。好，恭喜張國榮，聽到都會好感動。恭喜我哋獨唱組嘅季軍張君博，同埋1000蚊嘅現金獎啊！哇！希望呢一個嘅季軍本人嘅君博繼續唱更加多嘅歌，無懼人生嘅挑戰，繼續用音樂去分享愛與力量。多謝晒君博，多謝晒嘅感覺，俾到我哋嘅亞軍樂師 I Dream a Dream， 恭喜晒樂師，繼續努力追尋你嘅夢想，冇俾佢停。恭喜晒蔡樂師，我哋獨唱組嘅亞軍。
恭喜晒，恭喜晒，好開心！我哋睇到樂師面上嘅笑容，其實係代表大家㗎。我哋大家都好有夢想㗎，係咪啊？我哋都努力追求。恭喜晒樂師！洪啟端，冷灘田徑夢之優級。啟端，你喺邊度啊？就喺台上啦！恭喜晒，恭喜晒！哇，好感動啊！佢真係數長王，合唱組冠軍攞咗啦，攞埋獨唱組嘅冠軍，仲要係兩首風格截然不同嘅歌曲，有充滿家國情懷、熱血嘅把根流傳，同埋粵曲《牡丹亭經夢之幽媾》，佢得到5000蚊嘅現金獎。哇！佢請晒我哋食嘢都好喎，係嘛？恭喜晒，恭喜晒我哋嘅冠軍馮啟端，想唔想講幾句説話？啟端，你想？評判嘅鼓勵同支持啦。咁我今日咧都好榮幸咧，係有3位領跑員嚟支持我嘅，包括喺台上嘅 CK 大出大入，佢係幫我訓練到我第一次跑半馬嘅教練嚟嘅。咁另外台下有2位都係我哋健體會嘅教練嚟嘅，一位係 Gary Tam， 一位係多多，多謝晒我哋支持。好，恭喜晒，恭喜晒啟端！所有23個決賽組別，無論得唔得到獎，你哋都係 number one。好，我哋影多幾幅相。哇，呢幅好壯觀啊！呢幅相要夠闊先得啊！個鏡。好啦，我哋影多啲先。隨住呢一幅相，就喂大家都可以。而今日我哋每個人除咗見識到咁好嘅光藝之外，都贏咗一樣嘢，大家知唔知係乜嘢啊？乜嘢啊？邊個講友誼？劉主席俾個飛吻你。冇錯，我哋贏咗友誼，所以最後我哋全場大合唱一首歌，好唔好啊？朋友，好，我哋一齊合。和你同路，從不相識開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摯待人。短劍星光息息相關，你我哪怕荊棘高門。路向全港傷殘人士慈善歌唱比賽圓滿結束啦！多謝你哋每一位，多謝晒大家，亦都多謝今次參賽嘅各個比賽選手，因為冇你哋，我哋係搞唔成呢個比賽，所以嚟緊第2屆嘅話，希望大家再踴躍參加，好冇？同埋踴躍支持，好冇？仲有今日買飛嘅你哋，因為就係有你哋嘅支持，我哋先至有資源去做咁有意義嘅活動，所以希望你哋多多繼續支持我哋路向。多謝晒，多謝晒每一位嘅朋友，你哋都係我哋今日好重要嘅元素，有你哋，我哋今日先至可以留下一個咁美麗難忘嘅回憶。多謝老闆，多謝劉志文師團啊！好。